小朋友要订阅我的小行星幼儿志和 YouTube 频道哦。嘿嘿嘿。又回到这里了，我来看看轻轨路线图吧。对了，姐姐，别忘记进出站要刷卡哦。没问题。我们在这里，这里是终点站坎顶站，我们要到渔人，找到了，在上面。我们要坐回红树林站吗？坐到 V09 滨海沙轮站转车就可以了哦。这条路呢是绿山线，我们要转乘到蓝海线去哦。这两条路线看到的风景很不一样哦。原来如此，只要坐1站、2站、6站就会到了。车子来了，快上车吧。姐姐，这个车门怎么不会打开？轻轨车厢门不是自动门哦，记得按一下按钮，门才会开启。为什么不让门自己打开啊？轻轨每一站都会停靠，有时候没有乘客上下车，就不需要一直开启车门，这样子也不会浪费冷气啦。轻轨大发现，轻轨车门要按一下才会开。这次我学会先观察车子要开到哪里，就不会再做错了。这班车是要往红树林的方向开，我们要在中途换车。奇怪，司机在做什么？乐乐，你怎么啦？这是什么？哇，太幸运了，我们搭到吉米列车喽！有可爱的兔子，还有小朋友。姐姐，你看，松鼠在那里。对了，姐姐，我们搭车过来的时候，我也有看到这些可爱的装饰呢。你看，这站也有。乐乐真的越来越会观察了呢。待会儿我们转车后，你再仔细看看车站有没有不一样吧。没问题，交给观察家乐乐。乐乐，快上车！等等我！幸好赶上了。乐乐，你怎么一直在看司机呢？就是这个嘛。原来是这个啊！什么？快告诉我！姐姐，司机的手为什么一直在空中比来比去呢？他们会魔法吗？这是确保行车安全的魔法哦。司机做的动作叫做指插手势，是利用手的动作帮助进行信号确认，确保行车安全。你看，这个动作是注意左方，这个动作是注意右方。原来是这样。最后这个是注意前方。我学会了。这里有好大一幅画，草原上有很多士兵。哇，还有大炮！蓝海线的车站装饰记录了很久很久以前在淡水这个地区发生过的一场战争。打仗是不好的哦。这是乐乐的指插手势吗？没错。对了，姐姐，除了淡海轻轨以外，还有哪里有轻轨吗？台湾目前有3个地方有营运中的轻轨哦。第一个是我们正在搭乘的淡海轻轨，还有安坑轻轨以及高雄轻轨。安坑轻轨那是在哪里？安坑轻轨和淡海轻轨一样，都是新北捷运公司负责管理。目前安坑轻轨有9站，从新店的14张站一直行驶到双城。听说安坑轻轨的车厢是亮晶晶的金黄色呢。哇，那一定很漂亮，我也要去！当然好啊。终点站渔人码头。快点，太阳要下山了！哇，夕阳是金黄色，好美哦！姐姐，你看，那里有船开过水面，还有飞机在天上飞。
下次要认识什么交通工具呢？我想要搭飞机，还要坐船去旅行。乐乐有好多愿望。乐乐的轻轨大发现：一，为了确认安全，司机会做指叉手势确认，注意左方，注意右方，注意前方。哇，幸好追到夕阳了，是金黄色的，听说和安坑轻轨的颜色一样漂亮。我已经想好下次要去哪里玩咯，你猜猜我会去哪里呢？